隆重兄弟姊妹，听呢个头嘅，祝你健康平安顺利。嗱，今日嘅世間之家啲命容易，每隻人一啲嘅世間行到十分困，各樣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各樣嘅試探，未嚟到自己嘅生活，未嚟到自己嘅家庭，未嚟到自己嘅生命中。但係講自己熱心，為了謙卑嚟到上帝嘅面前。呢堂經節講自己啲，其實了3至10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你做啱嘅反應，你要隻用功嘅心嚟等上帝，意思係講自己要隻心嚟求上帝，而隻心嚟順服上帝嘅話，而隻心嚟依靠上帝啊！嘅經節接下來佢講到，所以呢，我隔你撇走，我保佑你。當要熱切嘅試探嚟到你嘅面前，意思係講要各樣各樣嘅苦難嚟到你面前，各樣各樣嘅危險嚟到你嘅面前，上帝保佑自家，佢照顧自家，因為到呢下嘅試探，世界啲為嚟到全世界都未經過啲苦難嘅日子、試探嘅日子，為嚟到每個人類嘅生活。嗱，所以你講呢個經濟講呢個試探，隆重全世界呢啲都未經過咁嘅試探。天下地球呢啲咧，未經過呢樣嘅試探，表示講每個人咪擔落樣嘅試探咯，係咪啊？所以自家需要謙卑嘅心，自家嚟依靠主，自家照一嘅法嚟行，睇一嘅命令嚟行。嗱，所以自家天天嚟謙卑嚟講，上帝大家同齊，佢保佑自家。當自家要痛苦，當自家要問題，當自家要摸羅行，佢保佑自家，佢肯定自家，自家變又要隻強嘅心嚟對付。各樣各樣嘅試探，所以世間呢啲行到嘅，嗱，使要謙卑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一天一得到嘅福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